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人民幣嘅睇法。自從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咧，我哋見到市場曾經對人民幣嘅睇法係相當之淡嘅，又覺得過呢個人民幣對美金啦有機會跌穿7.5，甚至乎去跌更加低嘅水平。而且確啦，喺佢當選咗總統之後啦，我哋見到美匯指數真係一路向上嘅。咁因為大家都覺得個關稅嘅政策有機會打擊其他國家，令到美國顯得更加之穩健。個經濟方面、息口方面亦都因為通脹嘅風險有機會高企，咁息口又有優勢，所以當其時咧，美金對人民幣咧都試過去到呢個2022年10月以嚟嘅高位7.3734。咁但係咧，因為中國央行咧都不斷守住條底線啦，喺個在岸人民幣嘅中間價嗰度，每日都定喺強過7.2嘅一啲水平，限制咗在岸同埋離岸人民幣嘅跌幅。最終咧，人民幣不但止冇跌穿7.4，甚至乎近排因為美金嘅一個回調咧，係去返接近200天移動平均線7.22嘅一啲水平嘅。咁點解會係調翻轉頭上升咧？我哋覺得美金嘅一個下跌係其中一個因素，因為大家發現特朗普嘅政策不但止冇即刻推高個通脹，甚至乎有機會咧係因為佢政策嘅不確定性而拖累咗本地嘅一個經濟嘅。咁所謂嘅美國例外主義咧就開始消退啦。加埋德國嗰邊又推出咗一啲財政嘅刺激政策啦，令到美國以外嘅地區都顯得相當之強勁。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見到中國咧，同樣地喺3月頭嘅兩會公布咗更加多嘅一啲刺激嘅政策啦。咁嚟緊咧，主要講緊可能今年嘅一個 GDP 增長嘅預測都維持喺同舊年一樣5% 左右。令到市場期待會有更加多嘅刺激政策，有機會喺4月、7月政治局會議上面推出。另外都非常之重要嘅就係，終於中國政府咧係去重視翻一啲急需要刺激嘅一啲環節啦，包括消費、房地產同埋科技業嘅。咁如果個重點放喺啱嘅位咧，大家都期待中國真係有機會慢慢咧個經濟復甦。咁呢度咧反映咗喺個中港嘅股市咧持續向上上面啦，咁亦都睇到咧中國嘅10年期國債收益率脫離咗歷史嘅低位，去到1.9樓上嘅。咁同一時間啦，因為大家見到美國經濟前景令人擔憂之後咧，增加咗對聯儲局減息嘅一個預期。最新嘅聯儲局會議都釋放一啲比較鴿派嘅信號，令大家覺得佢哋有存在呢個滯脹嘅風險。咁10年期嘅美債收益率咯就跌到去4.2% 左右。咁中美嘅息差收窄啦，直接支持咗個人民幣嘅向上嘅。咁嚟緊嘅話咧，我哋都覺得仲有機會有進一步向上嘅風險。如果美金對人民幣跌穿7.2到7.22呢一個關口咧，有機會觸發到比較少去結匯嘅出口商咧，突然間恐慌地結匯，因為最近咧佢哋嘅呢個外幣存款咧就不斷上升，甚至乎創咗2021年1月以嚟最大嘅升幅。咁如果佢哋突然間發現人民幣嘅走勢轉變咧，可能會係急速地需要去轉換手頭上嘅一個美金。咁可能推高個人民幣對美金咧，去試啲7.17甚至乎7.1250嘅位置。咁但係長遠去睇啦，我哋未見過咁樣嘅個轉變。咁但係咧，亦都未見到佢呢個轉變會係好持續嘅。好似舊年9月、10月升咗一輪之後，又重新跌返。主要係因為可能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先至會見到中國嘅一個經濟係轉變得比較穩健啲。始終而家咧內需都仲係比較疲弱。咁另外咧，亦都要小心4月2號美國嗰邊公布嘅對等關稅。咁有呢啲風險嘅時候咧，人民幣主要對美金可能都只係喺7.10到7.40嘅區間度上落為主。咁今日對人民幣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美金同埋歐羅嘅睇法，敬請期待。